玩具版糖水铺子来了，桂圆、西瓜，还有现榨的鱼蛋。西瓜，喵喵喵！老板，这糖水怎么卖3块、4块、5块，什么口味好吃呀？都好吃的，还可以自选。要份西瓜椰椰吧。好的，我给你选去。哇哦，椰子，用这个吧。好的。西瓜，再加点椰奶。再要一杯这个。好的，再给你小冰。多冰吧。好的。再来个苹果桂圆吗？苹果桂圆没有了，要等会儿了。加个苹果。手法很是熟练。哇哦，这桂圆也是新鲜的吗？当然了，桂圆1块，然后把桂圆去核搞里头，一个放进去，滴。糖水好了，还有份鱼蛋。好家伙，入锅秒熟。好了，鱼蛋。来，谢谢。拜拜。